其实美国人原本要放弃蒋介石，美国总统杜鲁门非常讨厌蒋介石，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生目睭花白白都唔捌看过遮后的政权。杜鲁门讲一生5年都无愿意互因，因为因拢甲钱摕去美国买厝，伊想要亲目睭看蒋介石甲伊细汉的即寡唔惊人，拢互人关起人内。所以伫蒋介石逃走来台湾的时，杜鲁门发表声明讲，美国政府袂派军队干涉，无想要甲中国内战绑着关系，嘛袂提供军援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。对，伊要放弃蒋介石，只是中华民国的灭亡看起来是早晚的问题。但是才短短半年，杜鲁门煞暗头食西瓜，半暝反正，派第7舰队去台湾海峡，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。杜鲁门是安怎会改变心意？敢真正是罕拯救中华民国？想要知影为虾米？下当踮阮遮看更较完整的影片。